来，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洗刷刷，洗个头，刷个背，搭配一下这些穿品。他明天是看吧，这个没有的。轮到这边的朋友，平常怎么刷个背，一不小心踩到变成跌倒。哎，从朋友们带，慢慢走。下开始前，就像这个样子，非常简单的动作，平常都是这样生活的吗？这些小姐妹，温暖的家人，抱着非常可爱的小孩子，一起来到大鸡蛋小孩子们。对，喵喵店就算了，对，喵喵店就已经是落后啦，自己的身体就在路上，从头到脚。讲都是同程度的才会被喵喵店。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参与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今天在球场能够玩得愉快。比赛时间。